路加與釋經，我哋睇路加福音4章18、19節，我哋嘅焦點係語法的啟示。我哋對經文認識或者了解咧，語法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其實當我哋話閱讀經文嘅時候咧，所謂閱讀咧，我哋係假設咗咧，大家對語言或者語文有一定嘅認識，語法咧當中咧就成為一個好重要嘅基礎。當然啦，語法咧可以牽涉好多嘅範圍，不過今日提供其中一種嘅方向就話，當我哋了解語法嘅時候咧，就都係代表我哋要了解某種嘅關係。咩關係咧？例如喺經文裏邊嘅詞同詞之間嘅關係，句與句之間嘅關係，嗱呢度好基本嘅觀念。第二所謂關係都包括咗某一種嘅結構，所謂經文結構，稍後你就會見得到噶啦。咁簡單嚟講咧，我哋要掌握語法，我哋更加咧可以解讀到個信息。好啦，點樣開始咧？今日提供其中一種方法只不過其中一個方向或者方法嘅啫。就話試喺經文裏邊咧揾出動詞先。動詞點樣揾咧？如果我哋睇中文譯本嘅時候，我相信直覺上大家都會覺得某一啲係動詞嘅。不過大家唔好忘記，我哋睇緊係譯本。咁我哋假設原文嘅角度去理解邊啲係動詞咧？咁可能喺中文嘅角度，我哋以為動詞嗰啲咧，可能喺原文根本就唔係動詞嚟嘅噃。咁所以咧，先幫大家澄清咗先。喺呢段經文裏邊，我哋咧除去咗嗰啲咧唔係動詞嘅東西，剩翻咧圈住嗰啲就係所謂動詞啦。但係就當大家掌握咗邊啲係動詞咯噃。咁我哋進一步要追問，或者有一個觀念，就係動詞都會有唔同嘅類別。其實動詞可以好多唔同方法去分類嘅。不過其中一個好重要、好核心嘅類別咧，有兩大類嘅，我哋叫做限定動詞同埋非限定動詞。呢個一定要掌握嘅。所謂限定咧，英文即係 finite 就係 finite verb。非限定動詞即係 non-finite verb，即係咩嘢咧？當然啦，喺語法嘅層面咧，需要用另一個分享慢慢解釋嘅。呢度初步咧，純粹提供兩個名稱俾大家知道咗先。咁但係咧都唔難理解嘅。初步點為之限定呢？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大家可能都已經知嘅。我哋平時講開咧話了解句子，特別我哋講英文啦，英文嘅句子我哋成日聽到話 SVO，其實實際唔一定 O 嘅即係 SV，即係等於我哋中文個所謂嘅主謂賓或者主謂唔一定有個賓語嘅。嗰個 V 字咧，其實真正嘅嗌法唔係動詞，係應該完整嘅叫做限定動詞嘅。不過咧，我哋喺教學上邊好少特登咁樣講晒完整嘅字眼啦，因為開始較為比較理論少少。不過呢個好重要嘅觀念。好啦，所謂非限定動詞咧，其實都好簡單啫。如果你不嬲聽過咩叫做 infinitive 或者 participle 咧，即係話不定式同埋分詞咧，其實佢哋根本整體嚟講就叫做非限定動詞啦。有咗個基本嘅概念咯。咁知嚟做咩咧？咁知嚟我哋先至揾到咧，成個句子，個句子有時咧可以好長好複雜噶嘛。咁我哋又揾到最主要嗰個動詞，即係話咧喺個先揾到主要嘅句子，然後再揾翻當中主要嘅動詞，咁你就開始初步就會揾到關係噶咯喎，一陣間就會見得到噶啦。不過咧，先提供咗另一個方法先可能單靠中文譯本又未掌握原文嘅時候咧，唔緊要，我哋可以比較英文譯本先。英文當中成日都聽到有啲好重要嘅譯本噶啦。比較過之後咧，其實大同小異嘅喎，喺呢兩節經文即係當然咁我就抽取其中一個譯本已經足夠噶啦，就係用英文譯本幫大家了解下中文，我哋今日學嘅習緊嘅意思。可能我哋講緊要分辨咧限定同埋非限定動詞。咁如果透過譯本或者透過原文咧，你會知道咧，其實咁多個動詞之中咧，原來咧成呢兩節經文得兩個係限定動詞嘅啫喎，就我哋所講嘅膏我同埋差遣啦，英文就 anointed 咁啊，同或者 he has sent 嗰個 has sent。所謂主要動詞呢個係我初步幫大家嘅嗌法啫。咁當然我哋最安全嘅叫限定動詞啦，因為主要動詞咧都可以包含有其他意思嘅。不過初步就話咧係成個結構裏邊咧較為核心嘅嗰兩個動詞咁就得㗎啦。好啦，初步了解咗嘅時候，你發覺咧就開始明確咗一啲嘅嘢，或者點樣明確咗咧？咁我哋就會見到仲有其他嘅動詞係點樣去歸類啊？我哋先講話剩翻嘅動詞咧，我哋叫做非限定動詞。暫且用英文嘅字母 NF 代表先。你見到有二三四，咁一咧係前邊啦，當然。好啦，咁當你揾晒嘅時候咧，你發覺佢哋有個共通點，全部有個 to 開頭嘅。而家英文嘅角度睇，即係 to bring、to proclaim、to set free 同埋 to proclaim。咁喺英文嘅層面咧叫做不定式 infinitive，而原文咧亦都係真係用翻 infinitive 嗰個原文嘅結構嘅喎，所以方面咧好安全㗎啦。咁所以英文喺呢方面咧有一定嘅幫助。揾到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揾到關係啦。當我哋揾到話邊個係主要，
咁即係其他嗰啲咧係輔助。嗱，記住係輔助，唔代表唔重要啊！而家係講緊結構上邊喺 grammar 語法上邊嗰個名稱分類啫，就叫做主要或者輔助或者咧叫從屬嘅關係，唔緊要㗎，純粹揾關係啫。好啦，如果係咁嘅時候，你會好清晰歸到類啦。你見到下邊嗰二三四 to proclaim to set free 同埋 to proclaim 呢三個嘅 infinitive 咧，就同上邊有一定嘅關係。好啦，上邊咧個 to bring good news to the poor 咧又係啦一個組合。咁即係代表咧下邊嗰部分咧就同嗰個主要 has sent 扯上關係，而咧上邊嗰部分啦 to bring good news to the poor 就同 anointed 扯上一個關係，即係話咧啊兩者之間後邊嘅補充前邊啊初步咁講先啦。好啊，我哋進一步睇一睇先。如果係咁嘅時候咧，開始明確咗某一種結構，你見我咧就將佢再分得清楚啲俾大家睇。嗱，去到呢度咧，我哋不妨用多一個方法補充下先，就先話動詞就好基本、好核心嘅。但係咧，如果你睇原文咧，你會好意識到有一個多咗一個字眼咧，係好值得大家留意嘅，就個 me 字啦。嗱，中文咧你記得啦，主嘅靈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然後又差遣我，就係咁啦。呢個我字咧，當然你會留意得到，但係咧你未必感覺到佢嘅重要性。其實咧，佢幫我哋分到部分，三部分嘅。再配合埋動詞咧，啱啱所講佢嗰個嘅角色，即係話咧限定動詞呢個重要嘅呢個核心嘅動詞，再加埋呢個 me 字好清晰嘅出現咗三次，就幫我哋分到三部分。嗱，開始咧就係所講語法點樣帶出咗結構啦。你見到呢一節嘅經文18節加埋一好少部分嘅19節，你就見到咧就成為三部分。呢三部分咧初步嚟講咧，我哋就話啦。就係第二部分就你好明顯啊，同第一部分有少少好似差別，但係實際咧係補充咗第一部分。然後第三部分咧就補充咗第二部分。嗱，呢個開始講關係啦，補充，即係話咧主嘅靈在我身上邊，咁就補充啦。呢個靈個作用喺邊度咧？呢個第一句嘅説話嘅意義咧，就話俾我聽咧，耶穌有聖靈。原因咧就係被聖靈膏咧，就係因為俾佢代表一個受膏嘅一個嘅現象。呢個在我身上呢句説話就代表耶穌係受膏。咁點為之受膏咧？個目的係咩咧？咁第三部分就補充翻呢個受膏就係有一個使命差遣啦。嗱，好啦，可能講到呢啲嘅字眼嘅時候，你都好熟悉啊！你發覺咧過去都可能類似咁樣理解，不過今次用語法嘅角度咧，令我哋更加肯定嗰個關係，就唔係話我哋直覺去解一段經文。唔係話你覺得係，而係咧經文都可以支持到，特別透過呢個結構。好啦，進一步就有啲咩可以留意咧？佢用膏膏我同埋差遣我，啱啱講呢兩個動詞都係一個叫做 finite verb，一個嘅叫做限定動詞。咁其他嗰啲咧就係非限定啦，叫我傳福音啦、報告啦，跟住叫那啦同埋報告啦。因為咁嘅時候咧，我哋可以開始咧睇到呢度初步嘅關係咧，我哋更加分得清楚。換言之，即係話咧。點為之用膏膏我咧？原來咧佢包含咗有差遣嘅意思，所以第三部分咧就似乎補充咗第二部分所謂點為之用膏膏我啦。呢個就係喺語言上邊嗰個層面係證實嗰個關係。好啦，剩翻嘅下邊嗰部分啦，報告就係咧去補充翻上邊第二部分，咩叫點為之叫我傳福音給貧窮嘅人咧？過往我哋見到啲經文咧唔難理解嘅，啲字眼大家都明㗎啦。咁跟住我哋好多個聯想，諗好多嘅意義點為之傳福音俾貧窮嘅人？但係咧有冇留意過原來經文呢個結構咧提醒咗或者提示咗我哋咧，其實第三部分會唔會就係補充或者咧俾個範圍我哋了解點為之傳福音俾貧窮嘅人咧？我哋唔需要去到幻想想像點樣貧窮法啊，可能諗好多嘅解釋咩點為之貧窮。但係其實經文咧已經提供咗線索，咁係咪足夠咧？稍後會再繼續分享㗎咯喎。初步睇到呢個關係嘅時候咧，我哋就用另一個嘅角度再睇多次啦。我哋睇到第二部分咧，話傳福音俾貧窮嘅人咧，其實呢度亦都可以分開兩部分嘅，就係動詞同埋接受動詞嘅一個嘅名詞或者啲字眼啦。好啦，呢個動詞咧，你發覺咧又可以平衡翻下邊嗰三個動詞。跟住咧點為之貧窮人咧？正如正話所講嘅啦，就係亦都下邊有三部分咧，可以平衡翻第二部分呢個所謂貧窮嘅啦。會用中文去理解又清楚啲啦。例如頭先見到咧就係傳福音呢個字第一部分動詞啦，第二部分貧窮的人啦，咁啊對應翻第三部分嘅報告啦、叫啦同埋報告。咁跟住所謂貧窮人咧，又對應翻第三部分嘅被擄啦、係硬嘅受壓制嘅啦。
嗱，咁睇到之後到而家嚟講都係一個觀察，而呢個觀察咧開始變幫我哋睇到某一種嘅關係同埋某一種嘅結構。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放心，可以進一步去觀察第一部分同第二部分有咩關係咧？第二部分係咪補充第一部分咧？第三部分係咪補充第二部分咧？咁透過呢個觀察，會唔會開始見多啲嘢咧？平時見到啲字眼，可能我哋未必覺得佢有咩值得進一步思考嘅地方，但係透過呢個結構咧，會唔會有啲字眼可以進一步嘅思考咧？我提供咗兩個嘅即係初步嘅焦點俾大家睇。透過呢個觀察咧，暫時咧帶出咗呢兩個焦點。第一個焦點就係話咧，有冇問過咩叫做貧窮嘅人咧？啊，第二個嘅焦點就係點為之得釋放咧？點解無端端有第二個焦點得釋放咧？呢個係提供埋個原文俾大家睇到喎，就先係第三部分。原來咧喺中文裏邊，佢話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跟住咧又受壓制嘅得自由。原來得釋放同得自由咧喺原文都係同一個字。呢個字原來咧一向我哋都係講緊係赦免罪孽嗰個赦罪嗰個意思嘅，但係呢度譯咗得釋放喎。咁咧我哋又透過呢個觀察咧，將大家焦點咧試下放一放咧呢兩個字眼，當然仲有其他部分值得思考嘅。不過咧，今日特別提出呢兩個字眼，因為呢兩個字眼咧，其實同成個路加福音咧就有一個好重要嘅關係，甚至咧可以代表路加福音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嘅信息。點為之貧窮嘅人咧？你有冇追問落去咧？點解要追問咧？其實大家好明顯都留意到呢個字眼㗎喎，但係你有冇試過追問就係話？耶穌嚟到傳福音俾貧窮嘅人，咁唔貧窮嗰啲有冇福音傳俾佢啊？如果假如，但係你直覺冇理由淨係俾貧窮嘅人㗎。但係如果假如福音係俾所有人嘅時候，點解一開場咁重要嘅經文淨係講貧窮的人咧？咁你有冇追問落去？咁貧窮嘅人係咪真係解我哋心目中嘅貧窮咧？呢個值得思考嘅喎。咁當你再思考落去嘅時候，可能就牽涉到整個路加福音嗰個嘅信息㗎啦。而得釋放又係啦，所謂得釋放咧，都係你見到釋放兩個字，你唔覺得有咩問題？但係如果你知道呢個釋放個字根本就係我哋不嬲講緊赦罪或者赦免嗰個字嘅時候，咁你就可以進一步諗下，佢點解呢度用釋放唔用赦免咧？或者其他嘅經文點解用赦免又唔用釋放咧？先帶出咗呢個問題先，呢個留翻下一次同大家進一步嘅分享噶咯喎。而今日分享嘅咧就到呢度啦。